就我哋首先邀請室立播書讀結婚誓詞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朱俊業願以你歐文芬為我合法妻子。好開心我哋今日可以成為夫婦。歐文芬，我哋嘅故事係由2015年嘅11月16號開始講起嘅。好記得當初我哋認識嘅時候呢，咁就係你行入班房啦，咁我就已經俾你吸引住。咁你着住黑色夏娃鞋啦，東甩書包啦，一支超級無敵細嘅水啦，戴住眼鏡啦，跟住我就心諗，咦，原來班上面係有個咁得意嘅女仔喎。未來嘅日子，我想同你一齊繼續探索呢個世界，創造我哋美好嘅回憶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歐文芬願意以你朱俊業為我合法丈夫。今日仲加多咗一個身份，就係屋企人。我好期待我哋未來嘅生活，未來嘅一齊繼續成長。喺呢度，我想再同你講多一聲，我愛你朱俊業。多謝你對我嘅包容同埋支持，而我亦都會加倍去支持你，一直咁愛你。從今天開始，無論是順境或是逆境，富有或貧窮，健康或疾病10年嘅過程間，我哋可以見到對方嘅高高低低、心情起伏嘅一面，亦都明白到要有一個人無條件願意咁樣去陪你10年，去度過所有嘢，其實係好難，好難，真係好難得。好多謝你當初選擇咗我。順境或是逆境，富有或是貧窮，健康或是疾病，我將永遠愛你。我承諾，我對你永遠忠誠。我承諾，我將對你永遠忠誠。Corey